我想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花太阳宫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土生中阿宋姑，強下來啦，後生人打在鼓了，大家到第兩個社台嘅人，真經有當多嘅文明片，像係啊窗頭錯到頂一頂嗬，叫叫唔會天土，接上為遲到啊按閃閃，按樣黏黏哦，親像係頭唔過去，按樣嘅感覺，所有嘅當多因為去看韓語、看戲語，甚至是當多嘅保健食品，也係相信當多嘅養生偏方，基本嘅繞場到了解後生人，到大家分享幾條有乜嘅養生嘅偏方咯，掌聲歡迎！首先，老太家小記就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擔任早晨會設計比滾水路養生嘅阿子怡。第二集啦，小記就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25歲以後就第一條養生嘅李家哥哥。第三集老太家小記都係回傾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做了媽媽長啲愛養生嘅回傾啦。第四集老太家小記都係阿英珍。耶！我係李時珍有全部我一隻輔助唔可以看到嘅李英珍。點咗啦？小記都係白劍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鍾白強，我係導學鬼門關前哦，行業專長啲應用版養生嘅鍾白強。最尾老太家小記都係假年。大家好，我係基本嘅我哋燒經嘅800嘅偏方嘅假年。稍後嚟提咗問題啊，講就講，你平常就度到一系列整頭嘅時間，都得可以先看漢語，食漢藥，也看先去看戲，出隻是西藥合夾，也講自家有乜嘅鋪數咧，阿子。平常時我可能咧就會調拿湯、啊胃湯、啊熱食湯，還係乜嘅有青島會整頭出現嘅事，因為我有過敏，屁股過敏、皮膚過敏，看到種白鉗我就過敏。我是你的過敏值，過敏源好可怕。故說呢，我平常時就會準備青島嘅神藥嘅。我自家有乜嘅問題，我就會選擇神藥嘅。那喺你真嘅呢，經食一隻神藥嘅啊，是唔開發，真嘅變下嚴重，比如講我真嘅很多嘅都嚴重，我真願意看醫生。跟住本醫生看啦，唔可以看醫生啦，看醫生唔會好啦嗬。跟本醫生看嘅話呢，其實真嘅平常時我就直接去看嘅西醫較多啊，因為青島人就講係食西醫啊、西藥嘅啊較夾就好嘛。你就冇按到嘅時間，慢慢看嘛，嘅漢藥啊、食漢藥啊、看漢醫啊。不過我要發現到，其實真係可以調整自己身體嘅話，我看漢醫較好。不過我一下很熟嘅頭頭棒棒啦。不過來問回傾啊，自家做媽媽前線啊，你知道你自家有乜嘅前頭身體冇鬆鬆嘅時間，你去食新藥，還去看漢醫，也係看西醫。老子如果差唔多，佢個地圖打開啦，乜計做嘅？你也是行動藥局抄嘅係嗎？冇，我咩行動藥局，我藥局都冇卡，係佢打開啦，多就係看到。我胃痛，我是會先看，先是胃散，還係講頭拿痛，我是先是普拿疼，還係目珠痛，我是先自家點目珠水，還係講是係心痛，我用個啥？心痛就去水目珠好。心痛比快樂更真實。你家陣前頭喊啊上重嘅時節，當然是係無去簽醫生，本身上課。東上槍誒，係東上槍。呢家嚟講下，自家度到整頭嘅時間，用介紹嚟記記。其實我自家係先去看漢醫嘅，因為我知道其實雖然西醫嘅好嘅方式係夾掉嘅，但是我說對自己嘅身體其實我冇乜嘅好啦。我說我係東上嘅去看漢醫，天天本佢好，因為按我們做得隨時嚟調整自己嘅身體。就講已經講啦，是漢藥嘅看漢醫，係雖然可能過上好慢，好甜甜，不過幾好甜甜，就慢慢的調整，該白欠呢時間咧。來，聽下故事來咧。乜嘅？因為吼，我應該咁講啦，醫人係乜嘅？唔是醫過呢，醫生上到樣板唔掂呢，我去本醫生看過。冇，因為哦，我咩詳細講嚟講吼，唔是去醫人。因為我就係醫生，幾號動作較準備當到嘅新藥個，
因為基地應該係小朋友。里面可以有縫的啦。沒，媽媽係基本比較啦。基本人係先天啦。豆腐卡就準備當到嘅鮮肉哦，其他嘅可能係小朋友就是說哦，因為薄一半，因為量重得下多啲哦。但係用呢個啲動作嘅嘛，佢下會先門診，先問人，哪片痛啊，哪片冇會鬆把脈嗎？要上司會哦，所以佢要看睇之後佢哦，可能要看到可能係喉嚨痛哦，看因為剪頭哦，佢就是幫你買個藥嘅。後來又見來見睇哦，差不多到高中時期咯，我開始醒悟，結果哎呦，師兄好像不應該這樣子哦，是不是有點在害我這樣？而且開始有問佢講，媽媽，用緊緊就好麼？佢講你在懷疑我嗎？你們相信媽媽？嘿，俺上耳聲音係發通一啲麼？你發通係做外科語言啲嗎？讓人開腦呢？他這句話他講出來，應該漢族的公馬改。他說你的發通係想發，你想中。你咩講完就錯咧？張華佗，他上一輩子發陀，所以大家哈，用結果論來看哦，我哋要按菜定，所以就是特別要講。哎，你真的是都按台這影片見到見排扣，所以假設哦，係攞大家就搏拼啊，就馬上事情發現哦，哎呦，來我家掛號，好，來我家掛號。你去趕快抽一件錢。 Q 去做的，不要做違法事情，總得做呢件事情。跟家人嚟講，係唐公呀爸爸、顧爸爸要當到避防。冇錯，有一類呢就係喺講係跌倒，最難控，行到啊溜皮安尼，佢就用佢自己種嘅散橄欖，其實種出嚟嗰香呢，就提煉出內容，我就安尼個。嚇？大概當真懂厲害耶！皮啊，香嗎？有香嗎？當初嘅，真係當初，當初天呢？真當初嘅，散橄欖的米頭嗎？散橄欖嘅米頭。一定唔單嘗試就散橄欖，可能還要加上嘅汗水哦。冇，要真正很眼爸爸做嘅，因為機器人像阿公給人年推做嘅。有效果嗎？有效果，田公園就消腫，真係當有效。呢個最難控田公園就。田公園就消腫。我覺得要有實驗精神，我先攞去打一下好咧。好咧，冇被搞。好，佢中世阿爸就按用去做。還有呢，喺個藝去請一本醫生看，唔講藝唔干事嘅藥人。因為人係會講事啊，古上係寫時節都太多藥效，喺個我食藥嘅，我爸爸媽媽就會拿定藥嘅，對啲人食，我唔講事。多藥效咯，安尼就見照，幫每我就流汗就好咧。哦，那有就好，然後藥丸還可以上下咯。對動叫呢？佢就唔是去醫生看咧，有上藥唔是寫的啊，係啊，上下來阿爸自家寫。冇錯。總得按用去啊。講到避防嗬，阿現在呢一片有一個愛教大家當好嘅鋪。冇錯，係所以講家下大家講按到全部就會媽寶行為啦，就會口不卡你啦。我想愛吃咖太累嗬，我開成熟一點點，我就會口愛吃咖，我會同愛吃咖嘅身體來對話，會你愛吃咖來鼓勵，同愛吃咖來分享，咱家認真加油，認真加油。冇錯，我跟你講，什麼叫做心想事成？那是4個字。我要說3個字叫做意志力。我同佢哋安排哦，比如講係水圈動無限啊，有一些咧吼，後練過生色乖乖，我就會同佢自家講，做唔得哦，也下做唔得很多哦，怪怪哦。嘿，田公要溜樣哦，係，我哋要太上工哦，做唔得，你做唔得，從總白卡阿妹做初神太卡困擾，做唔得。做唔得，本太是個難做事情，古時候人就會看。大困難嘅鋪誒，哦，拜6禮拜冇事哦，吼，跟人拜6禮拜將會混到好啦。誒，真係我按着同人自家講，我就會練一下肉體養過後咧，我拜6禮拜嘅時間真是會博太平，幫到嘅面從當紅2日。阿忠姑，拜1嘅時間我就同自家講，我做細了，我上網了，做唔得混到了，那就好咧。阿忠姑，我看到佢可以看，不醫生可以看藥片。不是要做得10萬年啲嘛，而且蒲松順先生要掛號，你知嘛？馮尚存醫生，精神科看醫生嘅呢。但是我按那個樸素以後啊，按
的泰式家就唔會寒到咧，韓國其實意志力非常重要。意志力咩重要？應該送你加時，好直銷式治療。哎，差不多就按那個意思。哎，你看運動也沒按嚟訓練啦，哎，做得冇問題冇問題，哎，其實做得到咧啊。假使太早用問題哈，做啲問題哈，自己諮詢他。哎，這個比亞比泰式家做得相當來哦。我用乜嘅方式老師甲講法，做唔得馬起家身體，我讓佢鼓勵。你辛苦咧，我點一下伊唔舒服。好嘞，你莫繼續來騙人咧，不要再練人哈。他就講天出從這度，他有看過青島嘅漢語，看過戲，有識到青島嘅保健食品。唔過呢條咁真嘅有效咧，海豚節目做來一同大家繼續來分享呢條養生嘅偏方，咁真嘅有效咧。30歲過後，真的肌力退化，真的是非常快。不說哪腳上會按壓，因為他就怪到，因為他就拗到，係咪？真正咯，因為我係盲30歲啦，唔知道。你那邊目的啊？你們少來即將遇到的人們，莫安優聽好嗎？我殺了，不要在不要在慧清姐的身上戳她的傷口了，她都要即將邁入第2個30歲了。歡迎大家都做來後上台上講的節目現場，因為上一段節目是問大家講，假使自己身體拄到創傷的時節，會先看歡喜、看戲，也係像阿英這樣的，自家老自家對方，拜託，你下做唔得不偏，了你的世界張做得不偏，精神喊話式，唔過看得出來，宗教式，有上時就按嘅邪教式傳教法，哦，對自己的身體安用去，唔過看起來睇下對自己的身體冇照顧好。冇照顧好，第下在問題之下吼，從乜嘅細節對乜嘅細節開始講到，不行，哎用一下去，我可能活不到30歲，唔得，會好好的保佑自己嘅身體。啊，講呢，乜嘅世界將有這個覺悟。好，因為我頭擺都會做舞台劇。古時候呢，我唔是去健身房，但係大家禮拜都有固定啲嘅運動。唔過30歲過後好啲嘅都30歲咧，好啲。有講咧，但係上課上班嘅時間，因為當然要從辦公室啦，啊，不咪就倒轉來台灣過後呢，我就做舞台劇。一跳哎呀嚇死我，跳唔過去。但係想停同一下也就冇辦法，就都唔掉嘞。我咪就嚇死我。你是黃兆峰是嗎？我偏在呀，差唔多啦。哦，係冇錯，古時候我就當然是給熊朋友。還有運動就路。就動車哦。動車哦。動行做的，動車佢做的。我妹呢，我就天天嘅練盡啦。唔過迄個我要營業，冇做運動。就會轉移，就會冇辦法。聽說30歲過後，聽說會注意。懂得嘅資料沒顯示講，他中研究講30歲過後，真的肌力退化，真是非常快。不說哪腳上會按壓，因為他就怪到，他就拗到，係咪？真正咯，因為我係盲30歲啦，唔知道。你那邊目的啊？你們少來即將遇到的人們，莫安優聽好嗎？我殺了，不要在慧清姐的身上戳她的傷口了。他橘的臉，你比較敢給。考慮一下慧清姐走對嗎？不要在這個時候講。對，她都要即將邁入第2個30歲了。哇，你25歲嘅退表啊？之後呢，25歲以後呢，我體配有感覺就會壓下，因為呢，我說25歲以後真係係新陳代謝，佢完全冇用咯。會下降。頭擺嘅時間吼，真係愛去運動，真係呢愛去做當然愛有固定的運動出錯嘅啦。吼，你按用新陳代謝就會較好啲嘅。像我頭擺嘅時間，太陽都底下我當然是病嘅嘛，吼，佢買個月事啊，一條東西都冇固定，我說當地人講唔掂嘛，因為動到朋友會因為愛用去開刀。哦，真嘅。巧克力囊腫。巧克力囊腫。巧克力囊腫，好啦，佢總共就會講，我知道，一下25歲以後，因為像愛做動作嘅衫褲啊，好看掉呀，嗰種愛運動啊、食水啊，都當重要嘅。係冇錯，因為動作係含義嘛，建議睇在講，尤其係啊，冇尤其子宮呢部分嘅骨肌，即係變嘅東西係食好少的，最好是教訓條細節，一些少嫩那種溫開水。係，沖嚟就係。咁阿自己就懂照顧自己嘅子宮嘛，他也在備孕中嘛，用意。你喺
真件咩咯？自己人，甲回去人自己马个细节，让开始地讲的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咧。係咯，大家冇咁樣嘅，大家係為到自己嘅健康嘛，係為到雙寶嘅健康。我媽媽係啊，因為我係照顧基調啊，所以我係讓我自己照顧好這樣做嘅，我自己做唔得生病。結果自己照顧好咧，冇時間照顧雙寶。你兩個，每一做塗好來，自己咪做好來。家一開始嗬，家如果不管係看西醫啊，去看韓醫啊，又係講去甚至去藥房來買藥，全係又派又健保。又接照，不過又像是從頭嘅糖酸血紅嘅人，糖講呢度偏方啊，一係養生嘅方法，一係講去到奇奇怪怪嘅呢種民俗療法，當然唔係鼓勵大家講去做呢個事情，千萬唔好輕踩去做。當然係本大家經驗來分享一下，白欠到28有些朋友你下先停止一下哈。我糖哦最特別哦，完全不大家想唔到嘅就療法到偏方哦，就係許公沖。許公沖療法，許公沖就是烏蠅嘅幼蟲啊。不過許公沖佢就有一特性，就係佢是會食腐肉哦，爛體嘅肉，係爛體嘅肉。所以都有上口哈，你不用那個許公沖不用到當部嘅許節，佢是會食你嘅腐肉啊，唔會食到你嘅緊張嘅組織，所以韓國我們但係愛用佢咯，佢還會分泌一種抗菌嘅東西，免疫，嘿，所以你嘅傷口唔會再次感染，所以其實當好嘅研究係因為講，又像是係糖尿病啊，還有其他嘅像有截肢嘅這種傷患啊。佢哋有時會用了到嘅民間療法，幫佢傷口很好加嘅方式做啲復原。正經我提倡大家吼，呢種係一般人講嘅偏方老民俗療法，因為大家糖太低咧就低吼，唔過正經有不偏也係講有問題嘅時候，正經係本先生看本先生來評斷，這樣唔會糖太正確嘅一種治療嘅時機嘅阿家呢，自家來分享，請我爸也係嘛，你有冇安呢嘅事情？較安全啊，比起種什麼意思？人體安全到底很有用嚟。好，唔係，我有禮拜去上海嘅時間，我去黃飛鴻嘅故鄉。哦。佢幫我嘅黃飛鴻就留下來的好幾代的弟子，我就本佢作用，還有綁火竿。哇！佢有一部動厲害，佢有個按到4兩前路。4兩前路，前馬街路。前馬路，4兩就會給他數字。前路就轉過來。嚇！就第一鴉片按你，佢就按你請送來過後，瞄一下，佢就點你那片冇送快。我問一下，佢係性騷擾係冇？冇相關。最近動作係咩嘅？槍送你是不是可以嘅？我總得講下樣嘢，係樣嘢好。本會咧。哎呀，你做前度咧，高雄咧，其實係本意綁火竿。不過佢綁火竿同台灣冇相同，台灣係用玻璃竿，其實係用灰嘅竿做嘅灰陶瓷罐。韓國咧，佢會先鋪一層白粘土。白的粘土就搞嘅粘土，搞嘅紙係奶，拍嘅，變成一個向咧嘅竿嚟。點火，按你吸，黏上去，身體的濕氣啊。比台灣還較痕，雖然講有一層土，唔過還較痕，還較服。哦，所以當有效保每高香咧，而那咧唔會挑起嘅布，不用多眼神吼。哦，拿一支棍咧，你做嘅轉，不用多眼條錢，拿一支棍嚟點火。嚇！係變到火把嚟，就一口嚟都是，都會嚇死嘅。只要會俾小停啲難怪唔似一台老台，你而家黑神都按唔到，按嘅動。唔講真件結束過後，真件精神都好，真件大家都嚟傾下。好，超定傾下先。行起來懂定形象，更真件友好。真件都友好。唔過糖講本然少嘅。唔但講骨幹嘅，係要牙子嘢咩本然食啦。冇錯，我係要去體驗嘅耳族。
二做，二组，其實二組就係個地位度同我係空空嘅蠟燭啊，結果佢面啊就會點火，然後佢點燒，哎用冰啲葉片，哎用叭，因為燒落去哦。唔會燒落去啦，係點個咩啊？按樣，係唔講你，因為有按紅嘅講法，就係講二族啊，我本人感覺就會減輕人嘅頭腦痛嘅問題，韓國呢可能耳壓係喺呢個頭腦嘅偏頭痛啊、頭壓，咩會減少。韓國咩做對講大食皮？冇錯，古時呢其實大擺呀，因為我就將體驗兩擺天，古時冇長期體驗，唔係真人嘅療效係兩擺天。我覺得你大擺呀，你體驗過後，你就會講動槍力誒，有嗰種就是整個頭都痛了，你知道嗎？為什麼講法身上裡面躺得到嘿？躺得到啊，躺得到啊。他說你很爛，沒有。你也是要耳足一下，你做過，你做過。係啊，不過你下咧市面上有當到像係二足啊、採耳那種風險，不過最尾係我建議大家你係自家嘅經驗，唔係講推薦所有觀眾朋友聽出去體驗講。假使你真嘅有問題、有健體嘅事情，係愛簽正當嘅罐頭來治療自家嘅身體狀況。假使我屋企有其他人想來體驗呢種民俗嘅療法，不過你知道當場冇乜嘅好嘅事情，到底愛用嘅啥咧？等下將來繼續老太太傾下來分享了。其實我該煮水啊，還是喺我老該水泄落去，我該就在起了抽啦。他就說那個可以治咳嗽。我現在還點不敢起，我還是不敢試，反正泄咧應該都冇去感啦。宋人漢好漢做得啦，係啦，做得啦。你本身做咧。差唔多啊，咩是時光衝就是叫人係衝啊。你是講緊摩田街就不當爸爸用飲到蠶寶寶。哦，個是。蠶寶寶，俺窮下豬。俺應該是變蠶寶寶啦，商業窮下豬，俺其他應該是可能應該是冇去搞。歡迎大家都做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，上一段是問過大家有談過那一條嘅偏方，韓國民俗療法。不過聽咗漢人要當多，才只個下冇講到嘅部分，呢一下強下來看一段影片，等下再來繼續攞一下強下來討論。很多誒，冇啦，應該係有啲講咩？聲下片就好咧，我身體啊，但係唔過，就係我天師公公好看到嘅衛生紙，只要用幾粒身體，但講咩吃完就會好，連你個的心臟都讓你講哦。我佢就騙你嘅啦。哎，我吃困難有問題，來吃困難。冇好啦，騙你嘅。冇咯，結果我打100隻哈啾，吃完就會好啦。來，來讓唔酸。過來。會好咧。唔用了啦。我出大天咯，但都一鬼數動通咧。係啊。哪邊啊？出一鬼數啊，都動通啊。好，來。噔，人哋講啊，日碟波動厲害哦，碟上去過後就唔會痛嘅哦。真嘅？跟住攞嚟聽數一下，嚟攞去碟一下。要。好，都動。先不用鬆一下，來。你衝下佢啊？冇啦，因為路當好有講啊，我碟布啊，我碟以前啊，我先拿用點切一下，這樣又好啦。先點切出手咧。你竟然攞嚟聽數一下。係點好誒，就得開始碟嘅。好嚟。經理，我見講你可以澎湖拜訪銀行，也等你好，我麻煩攞嚟簽一下嘅。來，安住先哦。等一下，明天我要籌標記，嘿，有保險冇？有，有拜拜冇？拜拜。
有时候嘿，有上瘾。好，等下听慢嘞。我拿一种普本嘅平安水，平安水。主攻控制舞台瞬间圆梦三者的规格现实，莫顺眼先猛脚退役再 Q 再赢，出头。天才定係當然愛呀，梗要神明嘅加持，先嚟揾幫你平安。來，唔使驚。來，塞卡頭嘅。一切平安，一切順心。平安。好，大家家下看睇呢套影片嘅超一句話講，哎呦，阿小鳳有錢嘅條路。係啊。咁個家堂講吼，睇影片地圖所有全係台資家平常時嘅經驗，會見啊，先來分享一下好冇？前一步是我自家知道以後小啦，每個 COVID-19 當嚴重，和雙胞人家阿媽是後來嘅嘛，其實打天發啦，其實當醒了啦，其實打天發來講很雙胞嘅轉去台中愛司機少嘅鋪水，佢講咧就在預防 COVID-19，基用玩笑，其實鋪啊用口哨啊，還是掃帚風，今天係計種紙哦，係啊，今天計種紙啊，蛋糕有下 COVID-19 哦，我不知道上面有寫麼啊，可是雙寶石真是有怪轉去，這個是落地嘅，可是某些我講係我老雙寶講，你洗個水就得冇然後鋪洗它，係啊，所以說頭版意思因為愛沖水前愛鋪咪動相時，假設咧鋪搞咧個法體，然後個法做水滴背嘛，所以按用寫時間會有生命會讓你停手，我都壓很低的身誒。哎呦，難怪，是不是因為這樣？你是不是沒有得到那個通靈感？怎麼會那個神明讓你長這麼矮？唔對啊，可能神明會感覺神明對你冇通下。係啊，有冇愛你？是挺少咧，是挺少。平常時喺大禮拜四還會當夜神。所以去國家食飯館，個附近呢，除咗食用食的以外，談講呢下還有買可以出現。他就是係記得好世界時間啊，西中美有人講會嚇到，就是小 baby 不是晚上啊，聲音會嚇到嘛。和阿媽頭擺其實話講嗌咩係用鋪掃好，然後攞個抹草，強下用掃水，然後攞佢洗頭拿洗面。哦，兩美劇談過。但是我就會，但是我醒了啦，因為當時不是洗落去嘛。反正晚上本來就要洗澡嘛。係啦，反正就洗啦，係啦。我是為攞佢洗，我自家是知道洗了好心安，我是知道一對我女講又好，係講洗咧，我是知道，我是會考慮一下，從頭擺我。頭擺個家用啊，其實會用個，比如講抽啊，就是咳嗽，其實會幫我一些個產寶寶個生意有冇？送入啊，係，其實會用個，其實用個煮水啊，還是喺我哋攞個水泄落去，講個就在起了抽啦，他就說那個可以治咳嗽，我現在還能不敢起，我還是不敢試，反正洗咧，我都冇去敢啦。送人慳做得啦，係啦，做得啦。產寶寶啲本身就好咧。差唔多啊，咩是時光衝就是叫人係衝啊。但是講緊冇停緊就不當寶寶用飲到產寶寶。哦，個是產寶寶，俺強下煮，俺因是變產寶寶啦，生意強下煮，俺知道俺因是可能俺是冇去咁，他在嗰陣時係個機會用個，應講個左手香啊，搓手香，機會用個攞去剁面啊，係用那片搓爽啊，機會用個敷傷口，機講個做在消炎區。我家爸爸係強用啊。係啊，可是我知道左手香個眉頭比佢個眉頭還好。奇怪，很好吃。我記得左手香，好臭哦。你開發應該係生橄欖是怪，因為我平常時會吃左手香，我是搓手香，因為我假是悶悶呢掉到時間，我是吃個搓手香，個就是做個繞個高度個悶悶的掉到個痛，最要後是好難處咁樣，嘛做得啦。咁你
好，动又好。对，但是要先刷牙。啊，梗係凍緊啊！给你家咧，糖講加下藥布，就係你自己嘅經驗。即係因為唔係我自己嘅經驗，係我糖講配件就會按用做。搭藥布。係搭藥布，像會點咧黑的，係像降落，跟面膜降落啦。但是懂得試太年就會懂新加咗啲東西，比如講咩一種啊，其實懂貴嘅藥布唔掂嘛。唔過其實係圓圓嘅，就講你愛搭到嘅。糊搓，唔係，只要係搭到血頭蛋糕，你就唔會痛咧。就會按用嘅方式，因為記得就有一個什麼嘅見證啊，就乜嘅係講亞人中風嘅話吼，都唔會講話哦。但是其實然後佢就疊入藥鋪到嘅穴道上面，嘅差唔多3陣嘅，叫做就會講話咧，就好咧，係就會行路咧，中風就好咧哦。係啊，可能冇完全好，但是有怪聲呐，係，反正知道那種唔剛剛講那些不談風咧，連行路都嚇冇方便，各方面冇方便，但將疊了藥布點血，就會老記變轉來，咁正經有確聽。就唔掂，因為咩糖試太年講嘅唔掂喎，係估上嚟吃困難啦，係就吃困難啦，係唔過係。就是懂得其實奇妙嘅藥房都係來自試太年，佢就會見啲吃愛用。經驗法則啦，即係睇真係經驗。不過唐公戰戰頭擺嘛，要我看要經歷過嘅當期考嘅經驗。係啦，我係知道講比起幾條嘅眼部卡嘅應該係算較正常一些嘅啦。就係講我不覺得有正常嘅。因為還當初嘅書呢，還個東東人哋咧吃粥啦，乜嘅好萊塢的明星咩有做過，係咩唔知道啦。所以嗰兩時我媽媽不偏嘅啦，啊就有人就推薦講做得有乜嘅咖啡滾蟲嘅方式，咖啡灌腸的方式，啊因為愛批判佢向下來面對一個偏情，故上係咩有天天做哦，做起來有一些嘅貼配，唔係用一般嘅咖啡，係用佢條嗰種較純呀有機咖啡，啊同佢種到少少，啊對人嘅師傅地位插落去，啊人嘅咖啡用板插落去啊，就會有一個灌腸器啊，係啊。一隻講呢，就會有咖啡乾入去，啊，你肚子就會開始受個小濃嘅感覺，就咖啡啊咩流入去，跟住有時就會提到講，哦，原來我的腸子長這個樣子，因為佢按你轉入去，各位你叫我轉出來，啊轉出來過後就會你嘔出來嘅東西，啊嘔出來嘅東西我可能基本上食嚟乜嘅，假設食到唔好嘅啦、花好嘅啦等等，佢嘅米絲就會批起來，米絲你是有食過去錯？冇啦，你會批到啊 ，hello，有一隻煙就錯。鮮啦，我唔錯，假設你是都唔好嘅、唔抗天嘅，跟住就會批起來做粗粗。我想說你24孝味精腸粉，好厲害。乾透咧，冇啦，係唔敢做到按嘅啦。啊，唔過你就做得用嘔出來嘅東西來看，來檢測一下，從體來看一下人嘅身體抗天。啊，唔過到底有效冇效冇？誒，冇辦法同大家來確定啦。唔過媽媽係因為做下嘅事情，啊，佢就知道講，誒，偏前有一隻好變定嘅素材，啊，做得心理咧，係心理當中就錯過，我係唔係冇救哦，有一隻風棒喺啲嚟吃哦，可是嘅兩時嘅偏前要得到以後嘅效果，比醫生按算嘅生命時間還較長一些嚟啦。你可能係因為胃腸哦，係身體抗體耐嘢，所以下強力之後，身體會更耐更好。係。咁唔計樣是有上過事，有上過動機哦，千萬唔好做。你有醫生有冇講做得做，你以前係唔好做開。應該按呢，所以有啲會藥嘅嚟就會治療身體，啊有啲會藥嘅嚟就會治療佢嘅心理啦。啊有件事情咩冇人講，比重唔好，啊到底有效冇效係咩唔知。啊唔過按你本期做咧，佢有一種心安嘅感覺，係做假感啦，咩做得啦。真嘅，因為上次係一種心理嘅效果嘛。不過第2年嘅時，美國嘅那個食品藥物管理局嘛，又發表了上面，因為呢一種嘅咖啡嘅觀眾係上一隻社台，就上一個世紀哦。對。是上一個世紀開始動丟號。19年前咧。動時行，不過叫到你大概22世紀嘅21世紀發現過，發現呢個療法
其實對我們治療上不是真的非常的有用，佢可能對心理當中還有用。韓國假設你平常不是去醫療機構去做，千萬唔好做。蒙才會提倡台式講嘅，即係講行愛行醫生講嘅法啦。總的講，不應該都學就好咧。因為這個案例是有講吼，假設佢第一架我卡一架來去做隔壁管中，結果到最後胃穿孔。因為你唔曉得用辦去做咧，其實所以所有嘅一切嘅醫療行為，還是在醫療院所裡面來做，這樣係正經咧。啊，假年咧，係，因為咧，我嘅加工，加工，加工人很多時間從來唔是看醫生，可以看醫生看。張媽媽的師傅咧，唔錯，佢就拿個乾梅皮，拿去配到糟，就定時嘅乾梅皮。我有試過，係很多就是嗰種係咩？很多時間咩唔去本醫生看，佢咩食乾梅皮，人就問講，喺個冇乾梅用嘅啥？唔係乾梅唔係嘢先要啊，佢要去買個陳皮膜。唔過陳皮膜冇按油好，嗰時候佢就會講，佢就是double。比乾梅皮再 double， 這個挑緊在可以自己這樣挑緊量，咁厲害。唔過佢一下尾動空間可能一個油好了，咩唔陳皮。可能媽媽是鐵胃啦，唔過剛才又講到咧吼，生理上、心理上，台灣接上當到已經係家庭最高嘅幫助，啊自己來講嚇。冇錯嘅，媽媽就係嗰種同上心心理嘅一個治療嘅方式。其實因為我媽媽嗰陣時就會去行嘅太幹媽嘅老家，唔過你其實佢身體冇好，嗰種你就係因為行一隻老家，其實對身體係非常負擔動態嘅，因為佢腰骨又唔好，行到佢髖關節骨這個疏鬆嘅問題就動嚴重。嗰種你嗰陣時就見過，唔好去行啊硬講嗰啲，行到嗰種時間動我扶冇辦法啊，就都唔掉啊，而就講冇，我大擺啊行鐵過後，我就感覺哦。我係規身動鬆鬆，行到佢單嘢到尾樓，你同啲啲你嘅 line 群主講哦，其中我今日真嘅我生命有保佑哦，我今日行嘅幾遠啊，幾十公里啊，哦，我嘅腳啊都唔會損呢，真嘅動厲害哦，全部行踢過去，其中哦。我下禮拜身體一定會動空間，身體動好。嗰時候我就想好了呀，就幫佢去治療佢心理。其實佢真嘅乜嘅民間療法都有吃，佢還有吃乜嘅毒療。毒療。就幫佢那種篤，係。咁不懂送開誒。嗰陣時其實我看到尾我就會驚，唔過呢邊我就想，既然其實人家下就講到輕度嘅毒療，因為佢算係較普遍嘅啦。嗰陣時我咩老佢講啊。就冇去做啦，做定唔是去做就冇去做。唔過你眼就想講，其實應該冇咁危險吧，跟住去吃可能。唔過一下真嘅係太氣象太假，一定會去多較合法嘅素材來做按用嘅民俗嘅療法噃。冇錯，正經嗱，平常時你要接觸當多嘅民間療法係自家嘅偏方，還係要提倡大家去到正經嘅那種正規的這種健康的管道去做，這樣係正確。韓國你有睇過其他乜嘅食家長啲嘅？民俗嘅，還有偏方嘅秘訣咧，都樸素咧。等下就來繼續老太太共下來分享了。斯坦引出高壓液方法，體驗呢就會食指冚嘅濕濕，啲旁嘅蛋糕咧，啲滿嘅旁蛋糕，然後冚嘅濕濕，你就唔會受凍。我都會冚到你係因為啲成渣素係冇？唔啲，呢個是白粉用嘅時候，聽咪真香，咩？聽你在蓮花，超麻煩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上一台問過大家千多次嘅糖果嘅偏方，因為講我家嘅斯坦因有千多次嘅養生嘅樸素，唔過殺下來係問大家，即個平常時，即個保健，即個身體，因為講從台灣去熱天嘛，千腦炎、千叮人腦，就係個悶嘅，悶嘅調到。接上就係出嘅藥嘅，也係乜嘅當麻煩嘅理解，留大家分享一下。假設滿都掉到全旁用嘅實。錯，從我頭擺去到家婆婆下嗬，因為鄉下嗬，就有當到嘅門咧拿錯嘛。故所呢，我一開始就知道啊，當麻煩啲嘛。唔過從我嘅斯坦引出高壓液方法，體驗呢就會食指。
添嘅濕絲，啲旁嘅蛋糕咧係啲滿嘅旁蛋糕，然後添嘅濕絲，你就唔會收凍魚。我都會添到可能係因為啲鮮炸素係冇，啱唔啱啲？啱啲。對付。哎，迄個是百分用介紹，哎，天命雜香，哎咩是幾香？天意在蓮花，夠麻煩。這些唔是很麻煩。拜託，那個藝術天分要先很好。真的還在狗面手裏打母後嘞。冇，唔講係收濕絲整件係凍油耗，係你就唔我感覺對伊做嘅門嘅油耗，一下門嘅動厲害咧。呀，他冇錢哎，我冇心，然後你心可能你冇嘅卡反餐啊，冇唔過唔過係有嘢防範嘅，唔啲太價有吃過嘛。就係呢，你做得用筆，原子筆，按用啲嘢門嘅碰。發一鉗呢，按用發起來發鉗呢，發鉗呢，發鉗呢。哎，設計師真的就按用做，因為頭擺設計師嘅小腿就像紅豆餅按用，就這個按用發鉗呢，發鉗就唔會有，就變點點呢，就像點點呢，就像這個下個點點呢。你係一種轉移注意力嘅方式，可能吧，有可能。但是啲面蛋可以用㗎，上面會按你把鉗的哦。眼冇花啦，嘿，眼冇花啦，嘿。還是要注意一下臉啊，就是靠臉吃飯的人，雖然也吃不到飯。對啦，好。不過假使你看因為金髮，冇辦法個貴挑腳、貴記手真全係啊，我設計師就按用貴記腳就係，嘿，就係演。嘿，你還鬧到幾出強嘞？勞動巧思，結果是自己發。我那小腿嘞啊，把土很多蛋糕射唔響。跟時間按不一樣色，你就按用色，去到你色強強啊。天公已長咗發就白。按唔按啲，我那位那個表愛唔按唔啲啊。跟住還繼續按你嘛。我一下就冇嘅啦，一下有偶像包袱。你看第三副蛋紅嘅揀咩色？係啦，一下咪做對啦，真係發一下。原來就係佢畫出來，根本天龍門嘅吼，你按你畫個按嘅吼，前幾日佢老師家手腳遵照畫本啊，你都冇按用嘅風色嗎？唔是黑藍是有用過啦，黑藍是有用過。粘字邊啊有彈過，就就一個而已，誰會給你畫整隻手呢？不是董董跟魔在懂懂啊。哦，那你比較厲害啦。我蚊子不喜歡我，我老跟唔係做好偏就，佢阿自己寫嚟分享，即係要乜嘅保健嘅方法好。就係我剛剛節目一開始就見老太家講按用版，走順風從愛食滾水，係個愛食嘅小文嘅嗰種，因為食嚟過後，人家都是開始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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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人家腸胃就會動好，故說可能比個用咖比還好啦。係，韓國從之前我沒有吃過，就是 kiwi 嘅時間，會連帶個皮。強下食，就係唔係單槍食嘅 kiwi 肉，而連帶皮強下食，因為佢哋有咩講食嘅 kiwi 嘅皮啊，咩係對人哋嘅體車係動好嘅。但係人咩藍絲削皮吧？冇，等下 kiwi 冇已經削皮啦。有啦，kiwi 呢？用痛下用。哦，超難用嘅，切開來這就會削皮。你連帶皮強下食啦，皮愛食，削皮削好用叉子按嘅啊。冇，咪講係嘅皮咩會食體。瓜皮色啦。但是水果我臉皮色這張係最抗驚嘅。啊，榴蓮怎麼辦？冇嘅唔會，我嘅 kiwi 皮當好油嘅毛嘛，故所你會留佢細槍嘛，然後食糖果呢做隻薑皮，再過來就係呢金水。泡澡，喺大禮拜金文水，因為金文水發做啲，你不用送神仙嘛。韓國呢，因為金文水係咪係對你嘅體車係動好嘅，唔但係有時咪做啲薑皮哦，係嗰種呢。水嘅情況咩黑色，就會按你香手腫腫。係唔但係對身體動好，你嘅皮膚咪變好之外，心理會動變鬆，就是身心都會動鬆鬆。前幾日咁個菜廠哦，還有熱沙喺底下就當到嘅民俗療法。強下做嘅回傾呢，老太太分享到底做嘅哪道事情好唔好？特別到熱天，應該是凍容易熱到，所以應該是凍管會做刮痧。刮痧，係，所以會刮痧嘛？係啊，凍會刮痧，所以應該特別到熱天時一定會去刮痧，和凍遮皮。該經驗應該是吃到因。特別甜，結果跟師傅是建議應該講，你可以刀療、拔罐跟刮痧3種一起，全部用它做，全部花。你怎麼傳下去？套餐送不？冇呢，佢可用就是1個鐘頭就做這3種，係啊，和刮療緊實。貴州背囊是係烏嘅，跟住好鬆鬆，要好鬆鬆啦，咁個真是異同。
干场就是將喺度放火管啊，刮山，用倒料倒嘛，咚咚咚咚，一直到自家從個蓋盤橋，從蓋牛橋咯。董後生誒，做，董後生而來生，等下阿姨嚟試下。咁個講真嘅，最尾一開始白camp師要講到佢係鬼門關頭前行一轉，你阿漢做對撈生命驗轉來，係啊，撈大家分享一下。你阿漢做對錯到兩片，然後大家強下後上台上吼，真叫鋼車天公伯。因為記得冇上去數。不想要。當到虛節啦吼，因為應該咁講。球演出的時節就肺栓塞嘛，大家都知啊。咁樣去鬼門開吼，驗轉嘅性命。我係咩？因為了只平個體之後，喺學到動到血管啊，血路啊，又相關嘅小知識啊。所以你要做啲血路寫信上，血管小老師。係，今日就會教一下大家三招吼，讓人血路啊下順到嘅寫譜書，好體日照就係因為都是兩個三個風吹頭，風吹頭我係熟嘅，我係生嘅，對人家血路哦會動好哦，我學日白日後吼，專緊我今年血路食到，因為都上山每線啲嘛，冇選，好我假設體日照冇用，吼，教體日照，體日照吼就係。我爸爸教我嘅，我比較動作，看，比較夜，來，彎曲一下，來，1、2、3，你是不是感覺？因為它是末端的血路啊，你按用走過去後，其實會增加你末端血液的循環那樣。總共有5隻手指頭，另外3隻不用嗎？不用嗎？哦，不給哦。唔係，因為大家動你係主區，你咪要做過需要做表演啊，行喺主區地下府嘅時節咯，唔係單場比夜停。我大家強下來，血路順順咯，順，第三招係最有效。來，大家聽錯，觀眾朋友聽清楚咧，就係哦，本嘅血管啊合發到，血管擴張，用半天咧，就看中白camp嘅面數啦。謝謝。很多帥照，看到我時節，血管噴張，這個空調很興奮。是偏方，韓國摸好嘅偏方，睇下如何評價。基本嘅節目嘅最美，你也唔睇下來嘛意思。最美，時節本家呢來教睇下一個真正有效嘅動作，誒呢個愛老仔講講來了，再家呢用30秒鐘教睇這個。好，我們錯了係訓練協調能力，大家按用你一隻手鼻子，耳孔、鼻孔。好，再過100。完片，再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掉。以上所有觀眾朋友，了到片方也係馬家民俗嘅療法，其實係看台自家有時麼韓國唔管你用馬家鏡頭，基本線上看就係正確嘅方式。我記得下禮拜強咗時間，我繼續來收看藝道嘅後上太上宮，要花太上宮。保健養生係兩下當時行嘅生活方式，除咗傳統還有控制飲食以外，還有乜嘅方式來維持康健呢？只係保健食品還有偏方。近來見到人兩下是注重自己嘅康健方式，不過還係要提醒大家，係講身體要出現乜嘅狀況，聽錯要記得去本線上看哦。祝福大家試做得康健健10百年。